的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需要这个牧师的讲道篇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接待桌那里可以来拿到哈。特别我们也谢谢今天我们的诗会明天执事，他带领我们来读约翰福音20章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之前，他复活的那一天，就知道他的门徒大家惊心胆跳的到处去躲避，因为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而且死埋葬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体会，他们也会面临到性命的危险。然而耶稣复活以后，他最先知道他的门徒的需要，所以他第一次就显现给这些门徒知道。圣经记载说，那些门徒他们是把门关起来，拴得很紧，因为他们生怕被当地的政府宗教这一些领袖所带走把他们带走，所以他们就把门窗都关得很紧。那耶稣就超自然的方式显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且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一句“愿你们平安”对当时候的门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跟需要，因为他们真的是恐惧不安、恐惧战惊的一个处境里面。耶稣的显现让他们看见，原来他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已经从死而复活。他们就想起他过去跟他们讲的，过去他们听到耶稣所说的预言，他们都不当一回事，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什么一个人我的主人耶稣要死，而且他要怎么样，3天还要再复活起来，对他们来讲，那是超乎他们理性环境所能够接受的一个事情。然而，那这一天，耶稣复活对他们来讲，给他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原来耶稣所应许的都一一在成就了。而这一天呢，刚好耶稣的一位门徒叫做多马的，我们说多马哇，他那一天刚好去宜兰玩所以他就请假了这样那当然不是去宜兰玩，圣经没有写了我用现实的表达方式对，那他没来，然后当他回来到门徒的群体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怎么大家都好像很喜悦的好像发生什么大事情了，是不是有人中什么乐透彩的这样子都很喜乐的在那里一直谈论啊。后来他问才知道说耶稣复活，哇，耶稣复活都给你们看见了，怎么可能？耶稣怎么可能复活？我就眼睁睁的看他被钉十字架，眼睁睁的看他死，被埋葬了，怎么说耶稣复活？所以他心里有一点硬着心说不相信这件事情。然而他心里其实还有一个冲击他的说，为什么你们看见我没有看见？对不对？那一天我如果不去玩的话，我不去别的地方的话，我应该也是可以见证耶稣复活的其中的一个门徒。所以他就心里非常的懊恼，他也不信耶稣真的复活。经过7天以后，耶稣再一次显现在门徒聚集的地方，而耶稣还是告诉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其实“平安”这2个字，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了。在耶稣被捉拿的之前，就跟门徒说：“我要留下我的平安，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可以给你们的，不是这个世界拥有的。我给你的平安是超乎这一切的。这个shalom对你们来讲，是我所领受的，我自己的给你们，赐给你们。”所以这是从耶稣他自己领受的这一份
最踏实的、最真实的平安。耶稣把这个平安留给他的门徒，所以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不要战惊的。但是耶稣的死对门徒来讲打击太大了，所以他们已经忘了耶稣应许把平安给他们。所以耶稣2次的显现给门徒看，都是带着一个平安，愿你们平安。而这愿你们平安当中，也叫他们能够知道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叫他们有信心来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而我们看这些门徒，就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亲眼领受了耶稣踏实的平安，所以最后他们都甘愿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受死，有的是被五马分尸，有的是被砍头，有的是被当那个路灯用火烧柴油烧。哇，他们受了这些极刑，他们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了耶稣真实的平安，而他们所传的福音到今天2000多年了。我们看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都因为这些门徒领受了耶稣基督，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的生命的翻新，生命的改变，领受耶稣的话语，让他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如今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这等福分来领受这恩典跟救恩。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这对门徒来讲，有一极大的生命的翻转在这其中。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当多马说：我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你们所说的这一位耶稣，他的所钉痕的双手，他的脚，他的肋骨那些被刀枪所刺的这一些的伤痕的话，这些痕迹的话，我是绝对不相信的。然而当耶稣再次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以后，他马上转身跟多马说：多马，你来看我钉痕的手，你来看，你可以亲手来探看看。多马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确认，极大的一个懊悔。他说：我主，我的上帝啊！他从那个时候确认，他所跟随的耶稣，他不只是他生命的主，他也是他生命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份信仰里面，我们是可以天天经历的，我们可以活出这信仰给我们生命带来的极大的翻转跟改变，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看见跟相信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些的过程，但是耶稣告诉多马说你是看见了才来相信，你看见了我才相信，但是那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有福的。所以如果以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这一句话，也许我们可以思考过，从看见到相信，从看见到不信，从没有看见相信，没有看见也不信，而好像有4等的阶段不一样，对不对？他说这些是你是看见才相信的。那我们也知道，有的人看见了也会不信，对不对？你看耶稣的所行的神迹，有很多人都一起有看见，他们还是不信哦。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些首领法利赛人，他们研究旧约圣经的，他们觉着那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看耶稣再怎么看都看不习惯。即便耶稣有神的能力来施行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但他们是看见还是硬心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被过去的宗教所捆绑的，
被过去的传统所捆绑的，他们看见，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但是主说，那没有看见来相信的是有福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如果说严格的来讲，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个人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对不对？你有亲眼看见吗？除非是你的年龄是2000多岁了。对，严格的来讲，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我们只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也从拍的电影里面，对不对？我们更重要的是从许许多多因为信耶稣，他的生命翻转改变得祝福，我们来相信这一份的信仰。而主说，你们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有福的。但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当中，即便是没有看见耶稣复活，但是我们也有看见耶稣所行的能力祝福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有没有？有的。特别这几年我们新进的这些会友信徒们，你们的生命透过因为你们第一次自己来领受这救恩，你们的生命，你内心里面所领受的，你相信他，而且改变你的思想意念，也改变了你的话语也调整了你一些的态度。我们就看见你因为耶稣基督这一份信仰，你的生活充满了越来越有喜乐，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能力跟祝福。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活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里面的。所以我们看见你，就像看见复活的基督能力的荣耀彰显。所以我们看了，我们觉得很阿们，因为真的这是信仰所带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有的人对于这一份信仰可能信很久了，但是他对这一些神所做的神奇奇事不以为然，以为那是凑巧吧，或者是你们的想法太单纯了。不，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看这份信仰，那很可惜。即便看见了，也不愿意相信的话，那是最大的损失，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永光教会的每一位信徒，你们都是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死跟复活，但是你们是信的人。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而你们也经历了他的能力，他的祝福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生命越来越亮丽，越来越蒙福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人让你看起来越来越年轻的话，除了要好好的保养，买一些保养品啊、运动啊以外，更重要的，你一定要把基督的信仰活化出来。阿们。活化出来。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超有活力的基督徒，这是理所当然，因为神的道是活泼大有能力的。阿们。你跟隔壁说，你看起来就是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么年轻？因为有复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阿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敬拜唱诗歌赞美的时候这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主日礼拜天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来领受基督复活的能力彰显在你我的当中。阿们。所以既然有神的荣耀同在，为什么我们不喜悦跳跃呢？这是理所当然的。阿们。所以你跟隔壁说，你有信仰的活力，你看起来永远就是18岁，但是你不要跟18岁的人讲还没18的，你跟他讲说，我不要老那么快感谢主我们当中我们教会的全年龄层在这里礼拜这是很特别的
那看起来永远就是这么有活力，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有可以领受的。阿们。所以信仰有一条道路叫做探索的路，而这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每一天去经历这一份信仰所带给我们的。你想改变，你就紧抓住耶稣，那就对了。你想调整，你就紧抓住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运行为握在一切的事上。你不必靠自己，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就是做世上最大的工作。阿们。而这能力就自然按着神对你的祝福，会一一的带领你来走向神所喜悦的道上。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牧师用比较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也盼望在今天所有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你们今天开始就是永光的家人喽。好，让我们一起在这救恩的花园里面，福音的花园里面，我们同享这样的一个喜乐，会让我们更领受到从神而来对你我的祝福。阿们。所以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来敬拜哦。阿们。我们也巴望你们小组的生活，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有捷径来领受的，就是你要紧抓住这一份的关系。刚才牧师有跟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有跟你们谈，宗教信仰就是关系2个字。那你跟神建立更棒的关系，就是更多的来礼拜，参与在小组，然后呢来学习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你可以用理性来分辨，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要用你自己的感性去领受，会帮助你在一个很平衡的道路上来领受这一份信仰的真善美。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在永光教会，我们勇敢说，你只要主日礼拜来参加小组聚会，然后培育能够参加的话，半年牧师打包票，你的整个生活会被提升起来。你的思想意念过去比较负面的、消极的、比较往阴暗面的被捆绑的，你都会渐渐的退去。你会转换而来的是从神来给你的那阳光的、喜乐的、充满盼望、信心的。你会不但有从神而来给你的信心，你的自信心也会因为这一份的信仰会更大被建立起来。所以这是理所当然。你跟主所求的，你要相信耶稣应许你，你求就必得着，对不对？求就必得着，叩门就为你开门，寻找就必寻见。这耶稣应许我们的，我们就紧抓住耶稣的运行应许，让我们天天活在喜乐里面。阿们。所以上个礼拜牧师有说，我在家里有时候敬拜到很喜乐，会是怎么样的动作？我们试看看，我没有记得，来，怎么样？哈利路亚，有没有？我传大礼服呢，还是一样可以，对不对？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很喜乐的生命啊！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跟着我心爱的爱人，一直跟他微笑，你知道吗？我心里就是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服侍。谢谢你啊，圣灵，今天你一定带领我们有能力，并且把你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也让我也成为众人的见证。我见证我所说的，我见证我所行的，都是因着耶稣丰沛的恩典、圣灵的带领在我当中。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哈。OK， 那